去到創世記22章嘅時候，亞伯拉罕人生裏邊係受一個極大嘅考驗。由亞伯拉罕係上帝呼召佢離開吾爾，由佢等到佢爸爸離世，跟住進入咗迦南美地。喺呢個地方裏邊，亞伯拉罕一生裏邊有好多係好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，但係亦都係有人生軟弱嘅地方。包括講過2次嘅大話，因為佢太太實在太靚啦，佢驚啲人因為要攞佢嘅老婆，如果會殺咗佢，所以就人話佢呢個係佢妹妹。亦都喺家庭嘅婚姻嘅生活嘅處理上邊，兒子嘅承繼權嘅裏邊都出現咗好多個問題，導致到以實瑪利嘅出現啦，同以撒兩個之間嗰種嘅不和啦，呢一個嘅歷史產生咗人類幾千年嘅歷史裏邊兩個民族嘅不和咧，係一路係延禍落去嘅。當然啦，亞伯拉罕一生裏邊仲有好多好美好嘅嘢啦，佢肯為上帝付出一切啦，有一種嘅禮讓嘅同羅德分家產嘅時候，即係羅德你去東我去西，你去左我去右啦。亞伯拉罕係好敬虔、好敬畏呢位上帝。不過，照嚟到22章就確實係人生個好大嘅考驗。咁我每個基督徒都係一樣，我哋嘅生命會係不斷接受考驗、接受考驗、接受考驗、接受考驗，直至到我哋係能夠係達標為止啊！喺22章裏邊啊，第一節，這些事以後，神就試驗亞伯拉罕，對他說：亞伯拉罕啊，他回答說：我在這裏，帶着你嘅兒子，就是你所愛嘅獨生子以撒，到摩利亞地去，在我要指示你嘅一座山上面，將佢獻為燔祭。嗱，燔祭即係話山湯剝皮。咁樣燒咗俾上帝，唔係即係咁簡單嘅事情。亞伯拉罕呢件好明顯，呢整件事情冇同佢老婆商量啦，自己一個人去帶住個仔就上山。上山嘅過程心情沉重，因為獨生所愛嘅兒子，一生人嘅希望喺晒呢度。年紀老邁唔可以再生，如果將個仔殺死咗獻祭，呢件事似乎係違反咗理性，違反咗耶和華嘅本性嘅作為。嗱，好矛盾啊！唔單止要將自己所愛嘅獨一嘅仔獻俾耶和華，更加要動搖咗你對呢位耶和華嘅認識。因為你過往對耶和華嘅認識唔係咁，呢個神唔係咁樣，點解會呢刻係咁樣要求自己咧？呢一切嘅疑團啊，都喺亞伯拉罕心中咧係會產生嘅。不過佢卻用行動表達咗佢對上帝嘅信心同埋信服。因為咁嘅緣故，亞伯拉罕就勝過咗呢次嘅考驗啊！而呢度咧，亦都係當佢個仔問阿爸，祭物已經喺度嘛 ？OK， 喺呢個嘅22章嘅第7節，以撒就問個爸爸亞伯拉罕說：爸爸，亞伯拉罕回答說：我兒有咩事呢？以撒說：你看火同埋柴都有啦，可以獻祭嘅羊羔喺邊度呢？亞伯拉罕回答說：我兒，神自己必親自預備獻燔祭嘅羊羔。於是二人繼續一起向前行。嗱，我哋見到係好有敷衍性嘅對白啊，定一話好有信心嘅對白呢，就在乎你去點睇啦。嗱，我哋喺整個嘅事件裏邊呢，個考驗真係好大啊！係就係到 last moment 最後嘅時刻，亞伯拉罕攞把刀一刀要殺佢仔獻祭嘅時候，耶和華喺呢刻就呼喚佢話俾佢聽，已經一早為佢預備咗獻祭嘅祭物。今日我哋喺我哋生命裏邊有乜嘢係攔阻咗我哋同上帝嘅愛？有咩愛啲嘢超咗上帝咧？唔經過考驗係無法之知道，唔經過考驗係無法之知道。必須經過考驗之後，我哋知道原來喺我心目中當中，除咗耶和華以外，必沒有任何嘢係高過耶和華，重要嘅耶和華。唱聖詩好容易唱。除你以外除你以外，好容易唱。但係喺我哋生命裏邊，能唔能夠做到呢件事，就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情。不過無論如何，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接受呢個挑戰，每一個人都要接受呢個考驗。有呢個考驗臨到嘅時候，但願我哋每一個都似亞伯拉罕一樣，能夠勝過，係啦 pass 即係唔單止合格，而且攞到滿分嚟到耶和華面前，得着佢嘅讚賞。